我手好下子，你来太太拿了枪干嘛？我的枪，他们别打了，我好好说。你滚蛋！滚蛋！走，他们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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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干了什么？他娘打的不是，你别打。我过来的。Acha kata tak kena kanyang tu. Ata tak kena kanyang tu kau tu. 他妈那个逼，就你有枪啊！过来的。大批，我们是当家国防部的人啊！你拿了枪给我滚蛋！滚蛋！你不管老子找死！哪家的？拿走了！妈，挖手机开过去，把家扒着他！拿走了！我操他妈那个！就你有枪是不是嘛？再来聊，现在你干嘛干的出来？不我要开！跟你讲是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什么有钱的人不要来，要开好好开！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从来没会有吗？我抬不是吧？叫他回去，叫你这么滚蛋！不是来拿枪的，你要不要抬？要不要想谈？他打把来要不要谈，抬？他打把来谈。什么大不来谈？带了枪来干嘛？带了枪来干什么？我带来不是吧？你以为我带来啊？我带来吗？我你来帮我，你来帮嘛？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